这用心，永远是注定无路。爱你啊，生命献予你。爱你呀，青春献予你。想你啊，万事万意。我们会一生。离开你呀，我无奈。离开你呀，真悲哀。如今只好将咱静静等落大海。叫啥？这不过是一个卡，紧哦，无爱你了没啊？紧哦，紧哦！住手！你是哦？更加交了阮主人，随时紧走，紧走，紧走！其实人比鬼更加恐怖。你早会生我就敢杀你啊！搁杀你这边是安怎？讲得好，鬼其实并无可怕，可怕的是你做了亏心事，心中有鬼。我无做亏心事啊！当初要杀恁的时阵，我也无动手啊！我有条坐有事，你唔通找我赔命啊！你害我的性命！啥？哎，你叫害我性命！这是要甲电死哦啦！无啊，伊昏去尔啦，哦，嘿，是咧分，确定。你若干那要掠一个人诶？啊掠遐细汉是要创啥？公主的计策是要掠出幕后的阴谋者呢，甲掠登去都有线索啊啦。对吼，看到迄个大裤孙女啊，搁爱听伊的命令。根本就是无迄啦，这我都无讲改调改啊。简单啦。你咧创啥啦？叫上神来问看嘛就知啊。卖算啊啦，紧甲带登去互公主处置啦。好，行。工作人掠的。工作，公主，工作人掠的。这人啊你，工作，公主，人掠登来。气起来了，气起来了。我有慢鬼，你看，你会想要紧吗？免我加好心。你是妈祖庙的林怀德，啊呢？你去签记内底的迄书，毋是罗杰阴魂不散所写，是你咧变鬼对无？迄毋是迄书，迄是用红色的朱砂针逼你去签记的。啊呢？罗杰梦境的饲草咧，我较静的啦。啊呢？罗杰甲伊身躯边的人的鬼魂咧，忘记办嘞。变鬼变怪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哎呦，拜托姐，你听看卖，你有资格甲人讲英雄好汉哦？你有听过英雄好汉去唬人的梦的哦？我看你个人不好，若不好，我互你报仇啦。啊，我甲你放掉，趁我凊彩甲你算算尔，这摆一定好好甲你修理一下。来啊！陈丽，林怀德，你果然诡计多端，竟然设计这种款头。他叔讲，你若无违背天理，你嘛袂心绪不安。你袂认定讲罗杰有留什么好事，嘛袂认定讲伊梦内是藏什么证据。你想要安怎？你是毋是白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所有的代志，敢拢你家己做？你是无啊主持者，紧讲哦，啊若无拍甲你讲为止，
你爱知哦，你无受伤就唔是阮的对手啊哦，唔讲真正拍落哦。我什么拢袂讲，我若讲出来，离开这，我同款的无命。所以讲，你不要再想主事者。我啥拢无讲。你现在要替歹人，残害无辜的众生。你敢知影幕后的主事者为着伊个人的贪念，提早进早的赶紧，害偌济灾民流离失所，你一定亲目睭有看到。你敢忍心？卡苏公遐的灾民，若有你的亲人，你心肝内感想是安怎？你为幕后主事者暗藏罪行，残害无辜，逼死重要。你爱知影，种什么因，就得什么果。有听的无？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唔是无报，是无可能无报啦。回头是看，你唔通搁再这袂过。性命的缘人，系以信念的父母。一念觉，即是菩提；一念昧，即是烦恼。你若悔改唔觉起，10万你去地窖减落做竞赛。对啦，你看，阮安尼有嘴讲甲无烂，啊要甲你开悟都开悟袂了。你这杂头的你，想办啦，已经无法度回头。我若讲出，我的母囝一定无命。啥啦？陈立顺吼，莫为难，放走。你个大头行嘞！公主啊，虽然讲咱即届计策无成功，无掠出真正的幕后主使者，也毋过这个人一定是真重要的人物才对。安尼就放伊走，敢好？恁两个一定爱记，心肝内若是无慈悲心，敢若顾要听恶独享，要杀死天下所有十恶不赦的人，那安尼，恁家己就陷入迷障当中，嘛会变做甲因同款的人，知无？知。奇怪呢，即摆放伊走，伊真紧就甲迄个幕后的主使者见面，安尼就甲掠起来。啊，公主，安尼就放伊走。较细声的啦。千里，熟悉遮久哦，你头一摆比我较强。我落入别人的手头，就算我逃出去，也毋过尊者伊一定袂搁再相信我。准公等去尊者遐，伊嘛一定会甲我杀死。一定是尊者派伊来杀我。你要去对？我要来找尊者。真好，尊者我请我庙通来接你。请。接我？你是要来杀我对无？你是由细林的身躯变迄两个掠走对无？对。那安尼你应该有甲细林的讲，尊者真正是。无。敢真是无？我讲无就是无。那安尼你一定有甲细林的讲，
黄门山到罗家的小铺是烧袂歹的，我什么都无讲，什么拢无讲，你哪会当离开啊？是因放我走的啊！因放你走的。这林怀德虽然厉害，但是伊的心肝伤软。我骗伊讲我要救我的妻，伫伊的面头前自尽。我根本都无计较，倒位来的囝，真正是太好骗。伊敢若知影佛家的道理，根本就唔知影人生的险恶。有事你要骗去啊？这什么？千里对庄主。千里追踪组。出来！臭豆叔啊，你真无用呢！这恁歹代志，你拢要插一卡。我甲恁讲，就算讲恁搁甲我掠逐个，我啥嘛袂讲。袂要紧，袂要紧，你拢免讲啦，我干那想要看你真正自尽啦。真的，救我！等于我会伫尊者面头前替你讲一寡好话。伊是李王主的新帮，若是互伊替我苗通讲话，真是对我有帮助。你放心，有我苗通伫的，什么人都无才调甲你带走。阮两兄弟甲你拍起来，差不多拍一个平手。是讲咱公主若出手斗相共吼，你就惨嘛哦。若是妈祖甲因同齐出手，安尼我苗通就歹用。有请公主。人嘞，叫走呀！哎呦，会惊吼？来啊，来啊！公主真正有来哦。无啊。屁屁，你啥甲骗啊？安怎？真笑的你。林怀德这群人心怀手热，对武家严刑拷打，是讲武家什么都拢无讲。当武家要自尽的时阵，我趁机会甲伊救回来。这个人竟然这么阴天。武家，我将武家罪该万死。你本来要自尽，对我好重视。我将就算是死，嘛无法度报答李皇主的恩情。甘真实的，真实的，我将即马就死喺李皇主面头前。好，举倒来。你甲三王主无共款，你心怀手热。我抬你。你若敢反背我，我就抬你，无需要你去自尽。你若对我效忠，你唔命袂死，我可会互你甲我做伙享受烟花好。起来。多谢殿下不杀之恩。这个林怀德真正是聪明。伊知影幕后主使者甲罗杰有真高的友谊，所以才用罗杰死无面目来骗，害我心情大乱，失去判断。若不是苗通真人适时提醒我就惹入去伊的圈套，嘛，互伊知影我的心。唉，真可惜，这么好的人才袂当为我所用。也阁变做我死对头。李王主，会当找一个理由把伊杀掉。对，甲杀掉。该杀。
也毋过咪即嘛，伊甲三皇子的关系密切。毋管我睇林怀德有成功也是无成功，拢会引起三皇子的怀疑。安尼对我以后大业一定有阻碍。即嘛先将林怀德放一边，但我将三皇子除掉，伊若是无归顺我就杀伊。也毋过林怀德即摆舞即出，嘛互我看破，伊根本无啥物新的证据，连路家迄本无烧掉的小谱啊，嘛无伫伊手头。也若无，伊根本无需要遮尔麻烦，搁舞即个款。真人，李王主，迄本伫外口的小谱啊，对我有真大的威胁，毋知影啥物时阵会爆发。你赶紧甲找出来。是。李皇子，林怀德迄批人会认得我想暂时卖在李皇子身边，安尼应该较好。就凭你是我的手下，伊就会当认定我就是尊者。伊若敢安尼乌白指证，拄啊好有理由将伊杀掉。真困难。林怀德这个人一向真冷静，袂乌白来。迄批夹来正在关键，暂时害袂着三皇子。迄嘛是以后我要起兵前往所需的军。我派你去看守，绝对袂当有任何的差错。是。阿伯，伊这是进前操劳过度，去伤着肝。放心，我会开几贴固肝的药，互你转去食。也毋过肝这个症头呢，无仙丹妙药通好医药好，上主要你爱较接休困。无要紧啦，我拄啊趁一条大条的，我会当休困5-6天拢无问题啦。阿伯，那安尼就甲你恭喜哦，你一定要好好休困，并且会好。大夫啊，你知影无？我这条是算加赚的钱啦。前一阵啊吼，有人给我订一大笔的牛血，有够10个人吼3年嘛食袂了。我问因要送去倒位吼，因讲只要我送去南怀山的山骹，然后因家己甲搬上山去啦。阿伯，是毋是让你请教？这拢是啥物人？因讲是去南怀山挖银矿的啦，也毋过我看因的款吼根本就无成。南怀山虽然真大，也毋过从古至今，慢慢听过南怀山有啥物银矿。你好。林头公主的医术哦，真正有够熬的啦，而且佮关心我的生活状况，连我安怎做生意，伊拢问甲足详细呢。祝你身体健康，顺利啦哈，顺利哈。公主，你叫我两个去查迄个人哦，根本无某囝啦，而且哦，伊是假自杀，要骗你同情心的。吼，上超过的迄个人竟然讲你哦，跟人家讲自卑啦，讲道理啦，根本唔知啉什么险恶呢。唔是安尼尔，迄个臭苗通哦，竟然笑你一个查甫做成那渣人。田律师吼，你甲我讲遐尼济外口批评我的话，你是毋是希望讲我莫遐尼简单相信啊？还佫有后摆若是有人轻视我，超过伊骗我。我拢袂用放人煞，对无？对。唔对。心内若无自卑心，是免哪救世者，是免哪苦读成性。当然做善事嘛爱用智慧，也毋过修行的人，甘愿错放一百个人，嘛袂用枉屈一个人，错害一个人。安尼知影无？知。即摆去，还佫有啥物消息？啊对了，公主，苗通已有发觉，你伫迄辆食物顶放千里对中书。是啊，我嘛已经查出因背后技术家叫做准假。准
姐，你会当架空拆药，那咧我相信，你嘛一定会当架空移本。无唔对，好，安尼我爱你即时用法律行通，将藏伫南华山的歌银刷去别个所在。做会袂到。姚总，这是李洪志头一面开嘴叫你出马斗相共，你竟然敢拒绝？陈丽，为什么你目睭会受伤？我就是用法术，想要讲，看卖哎呀，歌银吼，是毋是有藏伫南海山顶？啊，突然间吼，都白色的光射入我的目睭呢。斗散，若通你心已经有别人。这摆去，还佫有啥物消息？啊对了，公主，苗通已经发觉，你伫迄辆新闻顶放千里对中珠。是啊，我嘛已经查出因背后指使者叫做准甲。准姐，不过也唔知伊真正身份啥。还佫有，其实路边迄本小铺是烧袂歹的。你意思是讲，迄本小报不伫咧？对啊，也毋过即摆小铺唔知什么所在，连苗头嘛找无。咱一定要想办法找到这本小报。陈立顺吼，还佫有一件佫较重要的任务，我伫咧怀疑，迄背后劫走的赈灾歌银是藏伫咧南怀山顶，恁去找看卖。是，一定要找出来。哇，拜托诶！哇，这南怀山这尔大片，敢若咱两个人8年嘛找袂透。啊，不过我强调你保证讲，我一定要甲找出来呢。你一定会当做会到的啦。诶，你什么时对我这样有信心啊？我相信你的神通啊！你想看卖，我的目睭若参像你的目睭遐好哦，我早就甲拍开啊！歹势啦，搁有你甲学了，为着要救灾民哦，为着要找关键，咱用法术哦，让你应该袂迷咱。对，紧看我的。嘿。啊！陈丽，你安怎了？你安怎？啊！你目睭啥了？啊！陈丽，啊！你目睭安怎了？救救天！你目睭啥了？啊！陈丽，你目睭老花啊！来，进来，我带你来陈妞妞。啊！我今仔日才着调停团队的命令，爱我赶紧甲被劫的赶紧找倒来。我本来想讲，赶紧若是找袂倒来，这所有责任都我家己担。也毋过李凤兄为了要救我，替我做保。假使即马赶紧若是找袂倒来，会去连累着伊，嘛会害伊去用治罪。李凤兄这么爱护我，我煞颠倒去害着伊，我真正是良心不安。我对不起伊，我真正对不起李凤兄。杨祖，喂，高牛，杨祖，我是想要钱。喂，高牛，你有啥物代志，尽量甲我讲，我一定想办法替你解决。安尼真好，杨祖，我是不是用请你个三分主导3工，将被劫的官员找回来好无？这件代志。恐惊有困难呢。我要紧啊！其实我本来就不应该要求你。喂，
免姑娘，你先莫烦恼啦，我正想办法让朝廷莫再追究三王子胖无去赈灾赶紧的代志，安尼好不？谢谢啦，我讲话算话。多谢你，娘子，多谢你。无代志，我先走啊。本姑娘，有一件代志，我早想要甲你讲啊，就是我感觉我一看到你，就感觉咱真有缘分。对啊，我嘛感觉咱年就有缘分的。要若无，哪遐尔拄好是你救我？娘子，你是毋是应甲我讲，你到底用什么方法，让朝廷无搁追究三王子的责任啊？这件代志，我暂时袂甲你讲。拜托，甲我讲嘛。到迄个时阵，你就知影。我要互你一个大惊喜。大惊喜？听起来敢若真趣味吼。无闲姑娘。娘子，我即摆就去甲三王子讲，讲你替解决这大麻烦哦。无闲姑娘，你暂时莫甲三王子讲啦。为什么？你若是甲讲，恐惊会破坏我的家情。哦，无，我就替三王子先甲你说多谢。娘子，若无代志，我先走啊。你真正足单纯，佮真水，我无意中就介意你。你放心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做到到。我一定会互你一个大惊喜，就是我用迄笔官银当作军费，起兵前往。到时我做皇帝，我当然袂追究三皇子失了官银的罪。到时我做皇帝，我要带上做我的封侯，谁嘛袂无答应。千里，溜溜，溜溜，千里把酒受伤啊！来来，你来坐入去。好。莫阁哀啊啦，莫阁哀啊啦，娘娘已经看过啊啦，啊都无啥物代志对无？药啊嘛甲你弄好啊吼，啊即摆用明目药吼，安尼甲搭起来，明仔你如果是一个看千里的千里眼啊吼，小等一下啦吼，来吼，来你手看者吼，哦，安尼好啊好啊好啊好，嘿，哦，够疼，娘娘，多谢你，多谢你，千里，为什么你目睭会受伤？我就是用法术，想要讲，看卖遐官银吼，是毋是有藏在南海山顶？突然间吼，就白色的光射入我的目睭呢，结果突然间就亲像做一针咧插我的目睭共款，后来我就变青眉啊，都无看到啊。娘娘，我嘛伫咧现场呢，也毋过我啥物光拢无看的。你若看会到，我要创啥？唔对。对，娘娘，我即摆想起来，迄个光，佮像我以前捌看过呢。看过，伫倒看过。光天界。天界。伫个云浪星甲这柳星之间，有真侪发出这种光线的细粒石头。这种特殊的石头叫做加纳基石，伊有当时会化作流星落入凡间。要毋过，伫个南怀山是安怎有这侪加纳基石？而且伊伫遐接斗阵接足侪发出的光线，才有法度互你目睭受伤。哦，娘娘，那你讲起来，敢会有人挑工要甲这基石拢收集起来，放在南怀山顶啊？劫走官银的人，设想甲非常像。伊惊人以天眼通，或者是水晶显像的方式去找到官银，所以就收集对天外飞来的加纳基石，甲伊做成扣棒，或者是洞穴。这就是要防止麒麟医师以神通的方式去找到劫走的官银。嘿，较细致你青眉哦。我咧想，但安尼讲，这个官银一定伫南怀山顶咯。
参见三毛主。免礼。林盟主，这位是阮二兄。林怀德，陈丽，顺开。参见林盟主。咱见过面啊。林盟主，请坐。李公主，迄天若是有得实的所在，请多多原谅。无需要这样搞咧做。听歌星在通报讲，恁有查到真侪歌人唱伫什么所在是？无毋对，被劫走的歌人，就唱伫咧南华山顶。真是嘞。我有这个把握。安尼实在真好呢。三毛主，虽然知影被劫走的歌人唱伫咧南华山顶，也毋过确定的所在，即嘛还阁毋知影。南怀山遐尔大，咱是要哪找？先莫急，上重要的，新派兵甲南怀山所有的线路封锁起来，然后各派军队上山搜查每一个所在。三弟，你的计划这样周全，安尼歌人应该真紧就找回来啊。无毋对，这摆一定要甲官员找回来。铁公山，在，你去调派新基营的将士即时出发。是。三毛主、李公主，若无任何代志，我就先告退。二兄，你讲做伙去？你先去，我甲老孙府随后就到。好，阮嘞，行。李公主，咱即马是要安怎？想袂到真侪歌人这么紧就查出来啊！袂用，绝对袂当原上查。禀报师傅，官车来报，李洪主甲老孙府马上要来找你。李洪主，三皇主知影被劫的歌人藏伫南怀山，如今我也袂赴通知府去将伊抓走，所以我需要你的到场。李洪主请过。你会当架空拆药，那咧我相信。你嘛一定会当架空基本，无毋对。好，安尼我爱你即时用法律行通，将藏伫南怀山的歌人刷去别个所在。做会袂到。苗总，这是李洪主头一面开嘴叫你出马斗相共，你竟然敢拒绝？你敢无想要甲我九泰山去祭天？想，当然嘛想。我苗通真想要这阵就替李洪主甲赶紧刷走，也毋过有人阻挡。是啊，敢讲是林怀德？毋是林怀德，是你。我。马祖启示录，大多数的心拢是迷信的，迷信家己的人总是掠准普天的唯我独尊，只有家己的能力上强，咱应该相信家己，但是袂用的习惯。我苗通真想要这阵就替李洪主甲赶紧刷走，也毋过有人阻挡啊。是啊，敢讲是林怀德？毋是林怀德，是你。我。无毋对，苗通要用神奇法宝模拟龙珠，要来探查官人伫倒位，也毋过模拟龙珠煞无度显示官人的所在。所以李洪主，你应该有用什么法宝来阻挡我苗通的神奇法力啊？甘那奇招。
那基酒，原来是加那基酒。我以天外飞落来加拿基酒，甲山东包掉咧，然后将歌银藏伫咧内底。李公主，歌银是无度刷走啊！如今，敢若有一个方法，会当让李公主反败为胜。什么方法？你经过。太平山封锁，所有沙路已经派兵封锁。真好，等新机的兵马若到，咱就开始上沙桥。李兄，是你，恁等我的号令。驾！驾！驾！回来，参见李公主。各位免礼，赶紧起来。多谢李公主。今仔日我是特别来看你，各位辛苦啊！OK，是，过来。甲因全部抬掉。敢有啥问题是无？属下唔敢。你们内面将光阴关。是。那是阮二兄发出来的信号。呀，下去！龙光出来啊！真好，有给。恁若是要救我，我就互恁死无葬身之地。恁若是甲本事摕出来，甲我过两招，我就真有可能饶下你。我就呀！为什么要对到三刚？奶奶，因为我奶当初都较侪人嘛是对手。呀！文人，这就是我要送你上好的礼物。这是我收到上好的礼物呢。三弟，其实我早就叫我新爸母给四个去对杀。二兄，多谢你。其实我早就知影这杯正在关键，真有可能藏伫南怀山，只是我无确定，唔敢贸然调动大军去对杀。也毋过今嘛，你无发着迄批人知影这个关键藏伫南怀山，所以母见，所以可以甲团叔甲我通知。三弟，你袂怪我无事先甲你讲。袂啦，二兄安尼做嘛是为我好。二兄，多谢你。袂啦。李洪祖，多谢你呢。
各位，我上敬爱乡亲父老，这一边赈灾歌艺会当做一届欢乐大家，大家拢爱感谢咱的李洪主。李洪主，伊无顾家己性命有危险，一个人打败数十名乡残的匪徒，才会当甲赈灾歌营摕倒来欢乐大家。对吧？咱就来请上届疼惜咱、上届亲近咱所有百姓的李洪主来替大家讲两句话，好不？各位乡亲父老，我知恁等真久啊。其实我无啥话通讲的，我干希望恁日子会当过了较快乐、较幸福的，安尼我就足欢喜啊！安尼对即摆开始，赈灾歌艺开始发放。我本来对这李洪主哦印象无介好，想袂到哦，伊我都要甲官员客串的啊，赈灾百姓哦，伊心肝应该是袂歹啦，哈。袂歹哈。我是感觉有问题呢。还有啥问题？什么问题哦？你前里间你袂晓看，你看迄什么人？对吧？李洪主甲伊歹人做伙，敢讲李洪主，伊就是尊者。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，是不是有啥物消息？公主，刚刚我甲顺眼外口看吼，我感觉李洪主应该是好人较对啊，也毋过，迄个叫武吉的人，敢若是伊的手下呢。所以公主啊，无得讲哦，李洪主才是无爱主事者，伊的所作所为哦，拢是假的。我知影恁一定安尼想，也毋过袂用因为武家是李洪主的手下，恁就认定伊是歹人，爱有搁较侪的事实证明。公主你讲了对，亲像千里的吼，一个人空空呆呆，嘛袂当讲拢是公主你家己啊，吼。无笑。我凊彩讲讲的。公主啊，即摆既然已经知影少婆无去互小气，咱是毋为即个所在去查？除了追查少婆的下落以外，上重要的嘛是要找出幕后的主使者。只有找到其中之一，就会当破案。公主啊，反对来讲，假使讲两方面若拢无啥物进展，啊，这少婆若落去幕后主使者手头，安尼是毋是无法度查出真相啊？哎呦，千里啊，你那变遮巧啊！讲了袂歹呢，咁有。公主，啊，这么说落来，到需要阮两个甲斗相共的。我要知影李洪主真正的目的。又搁是你两个摇头，大家要冲下！是叫咱啥？摇头啦！摇头。拜托，恁做菜的化掠菜哦。卖啰嗦，你两个鬼鬼祟祟，看起来唔是好人。讲，到底来这要冲啥？叫迄个臭豆腐苗东出来啦，我有代志要找伊啦。真歹势，真人无兴趣见你。伊老想处理敢袂来？袂啊。就听，唔管啦，今仔一定要见你迄臭豆腐，走。面对这两个小卒啊，浪费这么多时间，不如别当用。唔是因为今日出了问题，是因为
但那其他有法术，这几种动作要得，这是民主问题。你爱民主吼？对。是啦。有民主哦。有啊。师傅，来者是客，应该以礼相待，免哪会当安尼对待因。也是哦，这个做师傅的哦，较有风度吼。哦对，两位若被拍死伫遮，影响着九贤宫的声威。到时阵，乡亲时代若误会吴苗通向两位本色下毒手，那安尼吴苗通是要怎对家己讲？你讲这话，哦，赵导师啊，你这名好了有够好，面臭，嘴搁较臭。我甲你讲，阮今仔日两个人毋是来找你练笑话啦，免讲遐济啦。哦，那恁两位来九贤宫有何贵事啊？阮两个是太阳公主来送买予你的。啊，批送到位啊，阮故事啊。等者。代志啊。多谢恁讲恁是来送批的，哪里批咧？恁到底爱研究来啊？小阿紧李公主，恭祝李公主圣功康泰，顺利登上龙殿宝座。恁。李公主足地道貌，小阿实在非常的配合。即马所有的人拢将李公主当作是救命大恩人。这是才开始，以后会搁较侪人徛伫我这边，过来支持我。到迄个时阵，父王要封我为太子，嘛袂用钱啊！也毋过这林怀德聪明过人，无简单对付，而且姨妈祖庙信众遮尔啊侪，这支钱若是无目掉，是绝对袂用钱的。小华只是派人去查封妈祖庙，将林怀德压倒来治罪，以绝后患。查封妈祖庙，将林怀德治罪，你要治什么罪啊？欲加之罪，好还无数。一个小小的李红，你都无知影对付啊，何况是林怀德？林怀德的代志你莫插手，我来处理。是，敢问李公主要安怎进行？治疗世间的疑难杂症，上好的良药就是银鸟。也毋过，林怀德这个人做人真正直，一生清廉，金钱恐惊对伊无效。对伊无效，也毋过对伊的信仰是绝对有效。一个姓林的，哪会突然间约我去啉茶？到底是咧变什么把戏？师傅，这其中毕竟有诈，师傅也是莫去附约，有较妥当。为主若无去，就互伊看袂起。要准讲是龙潭好戏，我嘛得亲身走一遭。请。
免互我信。李洪柱，请坐。林公主果然是神机妙算，知影在下会来这拜访，还阁请妙通真人来做。并不是我会晓送，是李洪柱甲马总。那安尼你就知影我来这的目的。李洪柱，你善心好德，想要来中受马祖。这个林怀德到底什么来历？连我来的目的拢料想会到。这个人真正无简单，我会小心应付才会用的。林公主，你果然厉害，无需要在下开嘴。林公主，在下的心意，你敢有要接受？李洪柱，我咧想，你还是提这个银两去祭祀救你。李洪主应该真了解林怀德的做人，是安怎个对这么好？伊到底是咧变什么梦？妈祖庙是真侪信众精神的瓦靠。假使讲林公主若是拒绝我的好意，恐惊真侪信众因会反感，对林公主的名声唔好哦。哈？安尼就是要逼阮公主接受你的学说，真正兼唔着路啊呢？我看这李洪主真正有问题哦。李洪柱，即马天灾不断，人心浮动。假使讲你若摕银两去救济世人，相信因拢会感念李洪柱你的大恩大德。歹势歹势，来遮久啊，也袂甲恁奉陪，千里顺风。是。这题个人情况，林公主，唔知今仔日找我庙通过来，是毋是有需要我庙通效劳什么代志？真人果然是性情中人，无毋对，我是有一件代志想要请你协助。林公主，请讲。伫我头一摆看到李洪柱的时阵，就感觉伊毋是普通的人物，果然无毋对。李洪柱位高权重，而且将来是无可限量，甚至会影响到天下的生计。知影真人，你精通命理，假使李洪柱你若是无反对，是毋是会当请真人替李洪柱断命论运？想袂到妈祖竟然出一招，安尼也好。我庙通的顺势看一下李洪主的命格，是毋是有达到我庙通继续有效力？林公主讲了真对，李洪主的命格确实是牵动着百姓的福祸。我庙通会当为李洪主断命格，确实是我庙通的荣幸啊。顺风。太阴烈火车宫，恭喜李洪主！未来陪伴李洪主共度终生，是一位绝世美女。紫薇人命，这是帝王之相。恭喜你！莫阁讲啊！李洪主，真人讲你有帝王命，这何其尊贵！是安怎你来这么生气？我一向对名利、权势、富贵看了真薄，有帝王之名又阁如何？若是会用的，就予我能力，
互我会当帮助每一个受苦的百姓。李公主人心爱民，妙通配合。好啊，莫个讲这路命嘅代志，我今仔日来是来啉茶。师傅，是安怎李公主知影家己有帝王之名了后，颠倒无啥欢喜呢？伊是烦恼去互这个姓林的看出伊的野心。既然命家中注定，安尼李公主一定会当做皇帝。师傅，你这个会得着人啊？命家敢若会当做参考，来个配合运势才会用的。所以命甲运是无法度分开的。恁想看觅啊？天下敢有遮尔啊侪人，敢若只有这个人的命宫当中才有滋味星啊？师傅讲了无毋对，甲李公主同时出世的人，生辰八字嘛一定甲伊同款。遐个人的命宫中嘛一定有紫微星。无毋对，除了本命以外，还阁配合运势来扶持，才能成就大业。就总讲李公主毋是紫微入命的命家。苗头嘛要会做皇帝。听讲昨昏，阮二兄有去找你啊。伊甲我讲一寡伊细汉的代志。哦，有讲到啥物代志？比如讲，伊是5时出世，较晚饭，自细汉就爱学袂扫。三王子，你伫咧笑啥物？我是咧笑你去阮二兄创治去。是安怎讲？阮二兄因毋是讲我是出世的，伊是主时出世的。你确定？当然，阮二兄出世的时阵是伫半暝，接新的产婆因为伤外厚，差一点啊，搁叫阮父王治罪。这件代志，毋知听我阿娘讲过偌侪摆。原来长李公主伫学到我巧，是咧笑我。林公主，你千万唔通见怪，我相信阮二兄伊并无恶意。我知影你甲我讲生笑。是讲三王子，我是毋是要请教你？你的八字是毋是丙戌、戊戌、壬辛、乙午？是啊，你哪会知影？是站李公主甲我讲的。哦，无毋对，确实是我的八字。奇怪，李公主啥人要骗林公主？伊到底是什么款的人啊？别人找官人，找半步拢找无，伊敢若靠一个人，我都找着啊！伊每一摆出手救我，救三王子，敢讲这一切拢是假合，还是讲？我是要找二公主问个清楚啊！也毋过，万一我若误会伊，安尼敢毋是真歹势？二公主，无闲讲了，我叫是你袂来。我只是不过是拄我经过遮尔，你千万毋通误会。袂啦，只要你会当来，不管是专工也是路过，我拢同款欢喜。我有听人讲哦，主时出世的人做代志比较较保守，是安怎？二公主你安怎看拢无信呢？你哪知影我是主时出世的？拄则我和三公主开讲的时阵，伊甲我讲的啊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这片湖遮尔啊水，尤其是有家人在身躯边，更加使人欢喜。只可惜哦，天下间的老百姓有一个三问一个烦恼。就算讲经过遮，我想
伊应该无心情好成长。天下敢受苦的百姓遮尔啊多，毋是你甲我的力量，会当解救每一个人。为何暂时莫放下一款烦心的代志，好好享受这个时阵呢？我对甲因路行过来，有看到真侪人，手夹的手夹，共分的共分，大部分的人为着要生活不知手段。王叔，你讲过嘛咧？遐找回来的官人都已经发放了，敢讲要我都甲因斗相共？遐个官人哦，只不过暂时疏解目前的状况，事实上并无解决问题啊。讲到官人哦，我才去想到，二公主，你实在有够厉害呢！阮大家伫咧南怀山找规半步也是找无。颠倒是你啦！你敢若凭你一个人，一仔囝哦，都找到洞迄个一卡呢？哦，无啦，只是我较好运嘛。温良姑娘，你若向阳无要讲话？无啦，我拄则是咧想讲，假使三公主若有参像你这款运气，毋知我尔好咧。三弟为人善良，一定会有福报的。是啊，伊本身是真有福报，每一届人拄着危险，伊拢能顺利度过。也毋过，若是讲着人斗相共哦，伊就一点仔办法都无啊。这句话安怎讲？进前三公主要甲一个受冤屈的妇人斗相共，也毋过舞到最后也是无结果啊。二公主，我想你应该是一个真善良的人，对无？无言姑娘，你这句话有啥物意思呢？我的意思是想讲，你是明斗相共，甲迄个妇人洗清冤枉啊？安怎？敢讲你愿意目睭金金看到一个无辜的人去用斩头？我毋是这个意思啦。假使讲这个妇人真正是无辜的，咱就爱行个签标才对啊。你是讲你愿意斗相共？这个妇人是啥物人啊？李玉芳。奇怪，哪会每一个人都提起我的身世呢？这内底是毋是有啥物牵连？这李玉芳是毋是应该放？若是放弃，对我有真大威胁；若是无放，又搁辜负文人的请托。我应该安怎做才好呢？李公主，请你唔免费心。李玉芳求官的时间将近要到，行刑以后，所有问题就拢会当解决。袂用的，若是安尼，就浪费一个好机会啊！吴健，我派一个任务给你。是。迄个单命带来，较细致，唔通让别人看到。属下遵命。你们说，你们说，做者卑鄙无耻的小人，竟然敢甲骂阮大爷！莫着在我的手头，啊无，我一定甲你全家俾你讲做啊！大人，李公主，
主饶命！我无责怪你啊，无需要这尔惊吓。阿头贵，是，无给他，我是安怎甲恁交代？我是讲用邀请波头带你过来，你若用这款方式，波头带你，请你莫怪怪咧。小可不敢，小可不敢。来啦，莫去，坐。免客气，坐啦。无给，你有哪坐？是。这段时间大家辛苦啊，哦。所以为着要为了大家，我甲一间酒店包落来，等下大家好好享受一下，哦。来啦！哎呦，公主啊，哎呦，有何吩咐啊？甲上好的菜捧出来，甲恁上水的查某仔我来叫过来。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好。来啦，来啉者。这有芳，有芳。陈明，你做人是不是忠心？李公主安尼对待俗啊，俗啊哪有不忠的道理嘛？好，490，你讲安尼是不是？来，哦，来，真的。贪杯好食，果然是我需要的人。我甲你啉啦。无嘅，我有代志要甲陈明参详，你先带人回去。准备。好啊，你嘛拢落去。是。过年，无你，过年。是。来，梁主。陈明，我有一个任务给你。梁主，请讲。上好赴汤蹈火，在所不惜。你叶方秋月的时间就要到啊，也毋过文燕姑娘困求我甲斗相共，爱我行李玉凤枪表，所以我爱你。梁主，你的意思是要放走李玉凤？唔是，我爱你将秋月的时间提早。秋月的时间提早，还是要提早但是啊？明仔载。明仔载。何位大人？林公主，你知影我的身份？你是要算旧少？这是市街大路，敢讲你要伫众人的面头前，对一个刁定的面馆下手？大人，你误会啊！我是要来救你的性命。我是李公主的亲戚，就算是尊父看到我嘛，都要点头行礼。有谁会当取我的性命？我要提醒你，明枪易闪，暗箭难防。大人，你就要较细腻。你的意思是？对主人尽忠是美德，要毋过你的主人若是做无正当的代志，你愚忠就是败德。我要考劝大人，爱积善行德。好，当作做功德。甲你讲，确实有人要死，而且一届死2个，啊，毋过，拢毋是我。
你咧想啥？无啦，我是想讲哦，这天内顶这个任务应该李兄来执行才对。无论是培训、合养、功夫，李兄拢在我之上。三弟，你千万唔通安尼想啦。其实你的能力，大家拢看会到的啊。伊若无父王，哪有可能互你举上皇宝剑，代替太子去祭天呢？啊，那我会当做的，是伫边仔协助你。多谢李兄。自从李兄来以后，确实甲我斗相共真多。也毋过，迄贪污案到即马未水落石出，我真正无面对朝廷。你先莫着急啊！这件代志我嘛有咧调查，我若有消息，我随通知你，啊。这案件非常的复杂，我咧怀疑，可能朝廷的官员牵涉其中。所以讲，咱爱搁较谨慎的，咱身躯边的人爱搁较细致，千万唔免去大意。我了解，多谢李兄提醒。好啦，安尼我有代志，我先来处理，好。是啥这么好大胆，竟然敢走入我的房间，搁留这张批，真正无甲我这三王子囥伫眼内。原来是李峰兄。李峰兄比我避讳，敢讲案件有新的进展？这个李勇吼，今仔日要斩首示众，难免已经派人去处理啊。李勇后面有斩首啊？无对，这个代志早晚就来了解啦。阿伯啊，你明明知影伊是歹人，你啥要缀因走？对啊，阿伯，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天保伊安尼啊，竟然还被我斩头啊啦！斩头？时辰已到，行刑！这里有弟兄。我老你。是啥物人？阿妈，是大人啊！我是要来带恁妈孙仔走。走？你是想要带伊倒？叫恁走就走啊，废话些。恁这样害人，免小心讲要害阮天保。今仔日你若无甲讲一个清楚，我绝对袂跟你去。无你实在真麻烦呢。好啦，我跟你讲，我是方明啊，要带恁去见李玉凤的啦。是假小。天保啊，你唔通互伊骗去，这拢是因的诡计。诡计？我若要杀恁啊，我早就动手啊，还阁是只甲恁落做遐济。无，你是要带伊去倒啊？带恁去倒？敢讲我甲恁讲安尼，阁有听无？好，安尼我特别甲你讲，我是方明要带恁去替李玉凤收尸的啦。奇怪，这间酒楼哪一个人摕着我？啊，迄就因为吼，阮这规间的酒楼拢叫一公主甲伊包落来啊啦。这个公主一定是李兄，伊人嘞？哎呦，伊还未来咧啦，啊，毋过吼，伊有甲我交代啦，叫我吼爱好啊招待着公主啦。哎呦，卡孙也无甲你招待就好势吼，为是我咧。
阮二兄毋是迄款人，伊甲伊讲生笑。哎呦，我怎毋管哦，伊是毋是一个讲耍笑啦？总讲一句吼，啊来阮的工课吼，就是要有遮人客来到阮这个所在哦，会当感觉呢宾至如归。公主啊，啊你先坐坐吼，我随替你安排吼。安排啥？哎呦，内底姑娘哦，准备接客啊哦。来呀！来呀！长见公主，我甲你讲哦，爱好啊招待这位公主，有听无？是，来啦，公主，来啊！哎呦，哇！你看头前遐尔老热呢。啊，是什么大官要出巡啊？诶？啊好啊！原来又阁是这颗单面啊！拄我掠伊来练功，我手咧上啊！哇吼！千里啊你，千里啊！卖吵，我咧看见了什么人？啊！内面这是天宝甲阿婆。无可能，你阁看唔到，其实天宝甲阿婆遮尔啊善家，哪有可能有钱去坐轿对无？我嘛知影，啊，毋过边仔是对单兵呢，这一定有阴谋啊！这变怎？啪！等下，你两个在做啥？在创啥？把人放出来！你这什么口气？你当作我凊彩掠人吗？哦，啥物口气无重要，重要是哦，伊若无共人放来哦，我就对你无客气啊！大胆刁民，甲抓起来！公主，莫遮正经啦，来啉一杯哈，放好轻松啦，来啦，我敬你啦，来啦，给恁看，来啦，来啦，我敬你哦。公主，你是要去倒？后面敢有代志，我出来看卖。来啦，你遮济啦，外面的代志，我甲你无关系。来，也毋过，公主，你是毋是嫌阮招待了无好？害啊啦！若安尼费甲酒楼包落来，公主一定会责怪阮的啦。公主，我是不是会互人抬头？公主，我就惊了。好，卖哭，我坐就是啊，我卖走。那恁过来啉烧酒啊？好啊，你爱大大啉咯。来啦，给恁看好不？啉酒会用的，你的手吼较规矩。好啦，拢听公主的啦。来，阮干杯。二兄，你若约我来这个所在啊？当然是你啦！你来看遐济人，咱是要对付。紧啊，赶快用这波啊！啥物用这步？我愈看愈生气，要摆你来用，我拢摆你出来，你敢考虑着我心情？啊叫一兄兄弟，你正够计较，你计，无甲你计较，你加上计较啊！你哎呦，你干安尼这？等，无你代志啦哈！阮家己解决就好啊！安啦，你歹势你想要甲我拍上？你敢甲我拍，我都唔相信你敢甲我拍啦！啊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你叫咱希望停落来啊！我嘛唔知影。来看卖，来。什么发生什么代志？我知。大兵！因为5岁啦。哦，5岁啦吼。天宝，阿婆，豆豆来，恁免惊啦，这颗吼，我即摆好好甲你教是。我喜欢穿人果，他们更怕伊啊。啊？免那样子，我袂当把这金兵看到这派人带走咯。无啦，唔是要带阮走，是阮心甘情愿要带伊走。对，5岁。阿婆啊，你明明知影伊是歹人，你啥要带因走？对啊，阿婆，发生什么代志啊？都天宝伊那尔，伊若来被互斩头啊啦！斩头？哪有可能啊？用功你手甲你只是还袂够，这一定是你吼！啊你吼！
会啦。不是啊，是假释的。假释的，这哪有可能啊？我带你去公署，以我都解决，行。袂好啦，趁着大晓，我去考咱最后一面啊。请你咱闪开啦。无啦，这代志一定有代，咱闪开啦。我来行，我来行，我来行。我是创啥？你唔交代咱两个，要保伊妈孙啊！你先回甲人带走。咱暗中个保，看因在变啥物吧。行。阿爹，阿爹。哎呦，文莲啊，你安尼雄雄公公来找阿爹是有啥代志啊？阿爹，嗯，你有感觉足奇怪无？无啊，什么奇怪？我感觉真侪人哦，拢唔知你无影响，而且寒天嘛减真侪人呢，这气氛淡薄怪怪哦。是安尼啦，迄个李玉凤哦，今仔日要斩首示众，内面已经派人去处理啊。李玉凤要用斩首啊？妈祖启示录，无论伫人世间付出偌济心血、偌济辛苦，拢唔通留恋过去的成就；无论互咱偌济，拢唔通讨人的人情，唔通求人的回报。过去的留袂牢，未来的歹预测，珍惜现在，当下即是。今仔日要斩首示众，内面已经派人去处理。你要后面用斩首啊？无唔对，这个代志早晚就爱了解啦。喂，文莲啊，文莲，唉，三毛走，三毛。奇怪，这么重要的时阵，伊人是走去倒位啦？听母家一直讲，有两个人会死，到底这两个是什么人？玉凤。我要来走，等一位公主回来，你就来讲，我等伊等伊。公主，莫生气啦！来啦，坐啦，才可坐啦。哦，来啦，我敬你啦，一杯就好啊，就当做是阮姊妹啊，你回起来啦吼。对啦，公主。来啦，恁啦。我甲你讲，最后一杯，啉完我就回去。我知你安尼做，嘛是为了讨生活，逼不得已。不过，我真正袂管事。好啦，来啦，恁啦，恁啦。哎，挂啦。哎，这位姑娘啊，你是啥啊？遮nhiều人客包来啊，你哪后袂走入来啊？对妹，公主。本来。公主。好啊啦，攞出去啊！本来，你听我讲。你搁牵到我享受，知影伫遮啉酒？唔是啦，我无想听你解释。你敢知已经出代志啊？什么代志？你又后尾用斩首，你知
时辰已到，行刑！向他做进行刑。到底要做进行刑？是阮千里顺风。是恁两个，恁两个这种行为是触犯国法，是要处斩的。哎呦，抬头哦！你若遮介意我这个头哦，有本事提起啊！恁两个真正唔知影死我咧，当做恁学淡薄车术啊，我都无法度恁啊！苏大兵，你有啥撇步，一同顶出来，啊？要对付伊有真侪撇步，请尽力指示。坤神所，就总讲道业更较悬的道人，或者是天上的神仙，嘛都要束手就擒。操死啦！你就是这条手啊，就我都对付阮咯。对啊，讲到，无共款的，敢若是脑骨的昆神手呢？脑筋的昆神手，哪有可能啦？就分掉了。对啊。看恁即摆还阁有啥物话人要讲？什么话？屁屁！输啦！讲我输啦！好，我就让你看什么叫屁屁。我都讲。是啥物人稳准杀因两个？兵地勇主，这两人想要组织行刑，触犯国法，应当爱处斩。干嘛呢？我是认为这两个人为着要解救一个无辜的百姓，这款行为使人敬畏，我感觉伊是英雄啊！来人啊！是，将伊两个放开。放开啊！啊，免讲我嘛知，迄个臭叔啊无法度甲咱拍开啦。这明明囡仔咧耍佚佗咩嘛，咱家己来啦。好，一、2、3，驾！这才梁宗主。陈立东呀，松东呀。天波。兵地勇主，李玉峰明明是犯了死罪。自从我来到这个所在，我就知影李玉峰是受人冤枉的。根据我的调查，五组、角氏、阿曼是受人买收，强谋要陷害李玉峰。若不是迄3个人伫公堂上当场死亡，这个案件早就已经破。有人讲李玉峰是犯死罪，我甲恁讲，伊为何犯死罪？因为官府的腐败，审办人唔敢担当，声声句句讲要替受冤枉的人伸冤，啊结果咧，为着要保住家己的官位，伫遮尔冷静心态之下，就来白白牺牲一条宝贵的性命。启禀地方主，证人已经全部伫天上来死亡，已经无法度证明事实了。你敢知为何这么卡合？为什么伫咧证人要讲出老实话进前，会一个意外死亡？有人讲受到天谴，也毋过我毋是安尼想。我认为因是受人暗杀，啊凶手咧
当然就是幕后主使者。幕后主使者，请李洪主下令，上下关去叫人遐掠起来，斩首示众。免，凶手我已经查出来。李兄，凶手是谁？李洪主，明明是李洪主。欺压百姓，为非三者，死罪难逃。李玉凤案件到这为止，李玉凤无罪，当场释放。多谢李洪主，多谢。阿娘，天宝，阿娘，天宝，阿娘。三弟，我还有代志要处理，你先等，较暗暝咱再来庆祝。李洪主为着玉凤代志这么用心，啊你咧？这么重要的时阵，竟然伫咧酒楼啉酒，你实在让我足失望。李洪主，你这招一招三了之计，实在是真高明。你讲来听看卖啊！第一，李洪主伫众人面头前表现了智慧勇气，解了李玉凤之案，变做百姓心中的英雄。第二，李洪主打击三皇子的信心，一定让三皇子伫争夺皇位的局势内面知难而退。第三，本人一心想要救李玉凤，那呢李洪主就一定会当顺利得到伊对李洪主的好感。孙府大人，你果然是聪明，我的计划你竟然看到这么清楚。也毋过我无甲伊想过巧的人。请李洪主下罪。你放心，我袂怪罪你。请问李洪主，互李玉凤返去厝，敢讲袂造成什么款的危险吗？危险是一定有的，这是一条险棋。假使讲黄文山有啥物温情，藏伫李玉凤的身躯顶的可能性真悬，所以李玉凤的身躯顶应该有啥物秘密才对。属下无了解。假使李玉凤有啥物秘密，是安那到即马拢还袂公开？真有可能时机还袂到。李玉凤毋讲，嘛真有可能伊根本毋知影。也毋过毋管如何，这条线是爱继续查落去。南明，你就知。派人打扮做百姓的模样，埋伏伫李玉凤因兜的附近，日夜监视，袂当放过任何的细节。是。李洪主，属下还一件代志无了解，毋知是毋是会当请教？你讲。这个武杰，伊武功高强，做代志真稳重。谁让李洪主要甲抬掉，叫伊担罪，颠倒甲陈敏这个贪杯好色之徒留伫身躯边。武功高强，当作家己真厉害。就亲像伊甲林怀德讲，会有代志发生，好佳在我提早出手，也若无我规个计划，就全部去互破坏去啊！这就是武杰应该死的原因。属下明白了。你也会记，
我爱的不是一个武功高强、智慧真悬的人，我爱的是一只乖乖听话的狗。小孩一定会记。现前准备好势未？拢准备好啊。那呢，我得好好啊，甲伊啉几杯啊。好啦，三弟，唔通搁啉啊！你啉了伤济啊！我无啉醉，我是心情无好。你无需要自责，你会去酒楼服用，真明显是受人陷害，这不是你的唔对啦。问题就伫咧遮，李兄是一个正直的人，哪有可能叫我去迄种无正当的所在？我连这种的判断力都无，我实在是做糊涂的。人总有失算的时阵，你唔通安尼讲。你啊，赶紧振作起来，你唔通袂记呢。这天大典，佮需要你去完成啊。李兄，有件代志，我想要拜托你。什么代志你做你讲，只要李兄做得到，我一定甲你斗相共。我想要请李兄代替我去祭天。你爱李兄代替你祭天？无用的，无用的。李兄，你拄则毋是讲，只要你做会到的，就一定甲我斗相共。什么代志拢会用的，加这件代志无用的。李兄，好啊，你莫阁讲啊。这天大典是父王指定的人选，若是爱着活人啊，是欺君大罪呢。这我知影。过几工啊，我就要转去京城，亲身向父王请罪，接受父王的听快。三弟，你是何米苦呢？为着这一撮仔代志，就要甲你拍牌啊是？唔是。李兄，咱无需要搁骗家己啊。其实咱真清楚，你各方面的条件拢胜过我。我今日做出这款的决定，唔是为着要倒票，是为着天下重新设想。大兄身着当爸，想嘛唔知影还会当拖偌久。可是父王要重新立太子，我希望迄个人就是你，因为只有你的能力，才当治理国家，互百姓安居乐业。李兄，为着天下百姓，请你答应好不好？我会把上方宝剑交予你，要请你代替我去祭天。李兄，我求你，来，三弟。好啦，我先收起来，我暂时先替你保管。也搁我话讲大声哦，你若是反悔，你会当随时将上方宝剑摕倒转去。多谢李兄。李兄，还有一件代志，我想要拜托你。你讲。我若离开了后，请你好好照顾文的。三弟，李兄，我看得出来，你对文的有好感，可是文的当对你，我相信伊一定会真幸福。人生死关头的剧风，想袂到二皇子竟然会出手相救。这背后，敢讲又阁有啥物不为人知的阴谋诡计？啥物人都料想袂到，这场阴谋竟然会互黄老夫人走向死亡的边界。一连串的阴错阳差，以及二皇子的故意安排，互一直被暗藏的三皇子，竟然真心认为家己的亲兄弟才是最适合文言的查甫人。
三皇子真正会甲文莲让互二皇子吗？三皇子甲文莲这对苦命鸳鸯，又搁会遭遇到什么款的艰苦磨难呢？马祖启示录，人的性命本来就是真无得杀，但是有一项物件会用的重义泰山，就是慧命，也就是清净之美甲无私之爱，互后人的心遵循这个脚步，不断向前。青春歌无通，歌声在酒里红，看阮舞步眺望岁月流转。风暗像孤芳，寂无听孤单窗，伊我点无好花的听风光。风暗像花丛偏浸伴露水重，花香自然要采怎通念？风暗像孤芳，寂无听孤单窗，伊我点无好。